台语房嘛是有一寡好耍的代志，就是因遐个人啊，其实甲面册想要爱物件，佫无共款。就是讲，嘿啦，就是讲其实去耍啥物物件，拢发现讲，迄个时阵大家心态是拢无共款，所以我写小说，有人爱看真诶故事，像阮翁就爱看底卡内底真正诶故事，别人诶恋情，所以本来就是会去耍啥个人，伊想要想要得到诶物件，就是无共款。那我其实我家己诶物件，就是甲别人无共款。虽然讲毋是逐个所有人大部分诶人拢做想要甜诶物件，虽然毋是，但是这嘛不要紧啊。这就是咱定定讲诶，其实你做一件代志，还是每一个人拢有伊诶价值，毋是讲足侪人做诶代志是足侪人想要爱诶、肯定诶，较有价值。其实毋是安尼。虽然拢知影，但是嘛是会去想讲，我若遐请业，安尼毋是诚好。就譬如讲，我嘛想讲，我若台语讲偌好，安尼就诚好，啊无就薪水诚悬，大家对我拢是记迄大头母诶，毋是诚好。其实拢会有即种想法，这就是一个叫啥物自我，就是自我诶思想。但是我嘛爱去豆甲我心内底其他诶自己诶思想，慢慢甲伊烂做斗阵啦。就是这变做是一种成长诶感觉。就是少年诶时阵就是会做代志较匆忙还是安怎。大汉了，你就有迄智慧出来，你就看诚济。你诶角度其实就会无共款，就慢慢调整。少年时阵，迄个啥物拢无爱想，无就是看啥就想啥诶人，其实嘛是家己。但是呢，会当豆跳大汉了，会看诚济较有智慧诶家己。豆咱做伙，这叫成长。台语房其实拢有无共款诶风气啦。对我来讲，就是就是想讲，为着学台语所以讲诚济代志拢看诚开。所以若是像来上班，我即马都袂讲做找讲我拢无做足重要诶工课啦。安尼我诶地位可能就有岁我这做诶代志，佫毋是上重要诶，拢会烦恼嘛。但是即马就袂烦恼即马颠倒有看到一寡好处，就是讲大家放假佫无轻松，惊讲伊负责诶物件诚重要。变讲拢会紧张。但是因为迄时阵主管诶想法，就是讲就是看我线嘛，所以讲嘛看我有一寡野心，就想讲你愈安尼，我就愈无爱互你安尼。是拄好拄着这主管，迄个时阵诚伤心。即马颠倒好即马就毋免负这足困难诶代志。其实就利用诚济时间，我会使做真济无共款诶代志哦。所以其实一开始看起来就是诚失望诶代志。后来其实我若家己会当去
去做一寡好好诶处理，譬如讲，我会使去甲时间摕来学物件，嘿，即摆大部分拢是学物件，学台语啊，学工程师需要诶一寡知识，还是安怎？还是甲同事开讲，因为开讲诶过程中嘛是学着诚济人生诶道理，所以讲诚济代志，迄个时阵看是感觉讲，拢会安尼甲我，甲我冷淡啦，拢甲我冷淡，无甲我看着。即摆想想诶，看中了后，我就变甲无时间去学物件。你无学物件，你就较会空虚啦，变讲你所有诶想法都是以主管为主，以安怎讲？以即个公司为主。譬如讲，阮有一个别个部门诶主管，阮同事就是叫阿良2.0，因为伊早有一个主管叫阿良嘛。伊即马新诶主管就种即马大诶公司，这主管就是安尼伊就定定就是啥物代志拢是以公司为主，但是变讲伊做一寡代志，其实是较无好，但是伊家己袂感觉。譬如讲，举一个例，就是伊有找一寡新人来，就想讲会使叫伊做啥做啥，迄时阵总满意诶。后来就会讲我即摆重点我爱调整对公司行这个人这新人来1、2年我想要甲伊创互走安尼。其实这无啥好，因为这变讲就是对不起一个人。其实安尼是较无好诶代志，因为咱嘛希望咱诶人生拢是好来好去，除非讲迄个人是甲你欺负为着讲不爱互人欺负，就是较歹诶。这会使，但是若是讲人嘛是无正超过嘛，无足过分诶，只是讲可能无遐好用因为一开始就找迄个人迄个人就是安尼嘛。即摆你就开始重点拢是公司，所以你就会感觉讲即摆爱换方向你就佫无法度无才调，互迄个人讲去转型下骹手人转型转甲会符合你诶需求。你是想讲用诚粗残诶手段甲伊扫走，这就是变人生中有可能是即世人，无就是后世人。若是讲有一寡怨恨诶代志，甲人有过冤仇诶代志，其实拢无啥好啦，因为这物件以后拢是会拄着诶。即世人可能无拄着，后世人我想一定嘛会拄着。就算拢无拄着，其实以后变讲家己诶心肝内底会艰苦。迄个时阵可能逐个拢做仙毋是做人变讲以早诶代志都无重要诶嘛。做人可能爱有金钱，爱有地位，爱有出名。但是做生以后，一定重点毋是这嘛。生嘛无身躯伊要偌水，要遐济钱创啥嘛袂捌倒枵。但是迄个时阵变讲甲逐家做伙变讲逐家每一个灵魂的距离拢诚近，但是都有一寡有冤仇的一寡距离，其实拢无啥好啦。真正是古不离忠，较会讲得失着人。无其实是尽量避免。譬如讲，我甲阮旧同事嘛，
迄叫处女座伊就即马离开啊嘛。迄时阵嘛真孤不离种啊，因为毋知我倒位得失着伊，伊对我就是真对我是态度真歹。所以讲爱甲一个人过完寿嘛是真不得已的。若无的话，其实是毋免安尼，就是我是感觉安尼啦。但是若是我迄个时阵，处处就是甲主管啊，风台甲泡泡塌塌，我可能嘛会变成即种人，就是我做诶代志，都毋是为着家己原来模样，可能就是变一个人，变甲主管需要诶迄种型，所以袂当保留自己原来迄个型。其实我即摆学台语啊，爱学安怎讲有进步。其实即种感觉，若是我感觉袂歹，就是袂歹。无需要讲做有压力，讲一定爱讲甲偌好。若跳人讲你倒位讲无好，我就开始艰苦。无就是我写小说，一定嘛会。其实大部分的人是拢无看啦，无就是无回应。但是若有人有回应，伊嘛有可能是较无好的回应啦，就讲即个所在安怎安怎。我若迄时阵嘛做失望，这拢无必要啊。我其实心内拢知，只是讲，家己有付出的物件，就是会较想讲做一寡好成绩。若讲成绩无摕出来，无讲真满意，其实会对啦，就是会有无欢喜的所在。这就是我爱去修炼的所在。所以我即摆其实是爱好好修炼家己，毋是讲去求别人讲爱甲我欣赏啊，求别人爱甲我注意着啊，安怎安怎。其实这应该毋是重点。希望我会使豆豆仔进步。